今年台湾灯会是伫台南来举办，安平的展览场伫2月初3就已经开放，到达已经超过300万人次来参观啊。另外，这个主灯是伫咧台南的高铁站2月24也会开放。这几天，这公部门除了来整理环境、看电线等等，也提醒民众，因为这个工程游园搁咧进行当中，所以先莫走入去，以免危险。占地42公顷的台湾灯会高铁站灯区，现场施工的人员在咧赶工，会当看到有一寡灯具已经送到现场。为着迎接2月24的启灯，相关的部门嘛提早整备4周围的环境甲道路。有关灯区的场地及电力已经在过年前准备完成，人行道也并同优化，长度约5.1公里。高铁灯区面积有40多公顷，包括中央的主灯区9.88公顷。地方灯区4.3公顷，阁有美食市集甲展演区的2.29公顷，整理过的环境变甲真新。也若目前因为灯区各大主题作品陆续进场施工，呼吁民众毋通去参观或者是翕相，为了维护家己的安全，嘛避免去影响到布灯的进度。提醒大家哦，整个高铁灯区还是施工的工区哦，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前往参观哦。而且那边除了影响这个您的安全之外，也可能会影响整个工程进度。因为这边第一个交通方便，但来这个地方就是至少高铁就在旁边，对。然后这边又是一个算是新的科学市镇这样。哦。这届主灯连来台湾，主体有18公尺高。加上底座有22公尺高，总重量是超过40公吨。有用太阳能图灵的系统加入主灯的光源控制，真做历来上界节能的主灯。另外，伫咧沙轮力量科技示范场下，所有的电具光源拢是用力量的装置发电，是全国的头一个。也若台湾灯会安平灯区为2月初3启灯到呾，包括过年的连假期间，目前是已经突破300万人次参观。记者温哲兴台南报道。